台語課第4382小節，食新娘茶四句聯第63集。咱頂集講甲這個食甜茶的人客，茶後發落家底，一年生一個。大家各有讀冊，甜茶甲人食過了，就是講食甜茶的人客吼，即嘛食完這個茶後吼，甲發落家底。食完吼，這個甜茶愛缀紅包啦，吼，紅包甲缀這茶杯內底吼，甲講一句好話，講，互一年生一個，一年生一個囝吼。大家各有讀冊，不但干那生一個，大家各真有讀冊。甜茶共食過了吼，這個刷落去吼，愛閣接落講好話啦吼。我用銀票來做照就對啦吼，用銀票吼，就是講。無底紅包底吼，袂記早紅包底用這個銀票直接落甲囥喺這個茶甌內底。